Hello，大家好，同大家匯報下今日嘅戰況。咁今日呢係12月嘅4連勝啦。原本呢係抱住要輸錢嘅心態啦，因為之前已經連勝咗3場，加上今日嘅牌局呢，前半段係完全唔中馬嘅，輸咗一底之後呢，就再慢慢追返嚟咯。咁最後嘅戰績係贏咗一底半。咁就嚟睇下我點樣食糊唔中馬啦。第一鋪反2索，3索係鬼。叫糊2個對碰。呢度隻4筒我就冇碰到啦，因為比較厚啦，唔想喐啲牌。攞隻鬼返嚟自摸，4、8筆，一隻都冇。連住嘅第二鋪反3索，4索係鬼。OK， 叫糊。咁呢度係揀咗叫卡窿2筒嘅。呢一場啲靚女都係高手啊，個個都扣牌，都係魔鬼自摸，一唔夠東，一隻都冇。嚟睇第3鋪，反6筒，7筒係鬼。呢幾鋪啲起手牌真係不怎麼樣。打嘅，竟然咁順利可以叫到糊，正張3、6索。咁都可以叫糊。好，即叫即食。10隻馬中2隻。第4鋪反2索，3索係鬼。OK， 叫糊2個對碰加偏張7筒。
上家都要碰啊，碰咗就拖牌。差啲推牌啊！咁而家1到7筒都可以食。誒，唔爆。黐線嘅拖牌咯，冇咯，下一隻先爆。OK， 最尾一鋪，反北風，紅中係鬼。成功跟咗下家隻藍風，佢要畀我哋每人1粒。叫糊2、5索加邊7筒。雀子4、8筆中2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畀大家睇下我琴日係點樣逆襲成功嘅。睇第一盤反南風，西風係鬼。上家打東冇碰到啊，諗住得一對眼入隻叫糊。OK， 咁呢隻要碰啦，而家叫糊5、8筒。哇，舒服，好順利啊！全靠冇碰到第一隻東，1唔夠東，哇，甜啊！每位14粒。第二鋪反東風，南風係鬼。呢一場牌局基本上都係上手冇鬼嘅，所以都食咗比較多嘅真功夫。摸咗對後對發財，咁而家等碰隻叫糊啦。OK， 叫糊加窿2筒。都係堅持啦，唔轉對碰。攞隻鬼返嚟食糊，1唔夠東，中1隻。第3鋪。板發財，白板係鬼。OK， 叫糊對碰加1、4筒。自摸呢盤係2、6藍紅中，中4隻，唔錯啦。OK， 最後一鋪反5筒，6筒係鬼。哇！呢隻6筒連接2岸3地啊！好彩第一張入咗隻9筒，唔使求2次鬼咯。
打多次。呢隻五筒呢係死鋼嚟嘅，咁我係揀咗叫679索嘅。留4筒嘅話就叫346筒咯，但係唔想求貴啊。哦，係喎。選擇正確。26藍紅中中2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難過嘅周一5集陪你哋度過。第一鋪反1索2索係鬼，呢3隻紅中好殘眼啊！收3分先，哇，降咗隻好靚嘅卡窿。叫糊咯講。呢度係見唔到下家碰咗隻筆啊，諗住扣眼。留住筆喺度做咩啊？咁依家叫糊啦，我係揀咗單調9筒嘅。哇，無櫃單調即食，400筆白板中2隻。第二鋪反5索6索係鬼，上手就要求。大家聽唔聽到我啱先嗰句話？上手就要求。呢鋪反5索6索係鬼，其實我上手係有隻鬼嘅。但係其實我係一直以為反6索7索先係鬼，所以呢隻鬼我係冇懷疑到嘅。你哋估下我有冇打隻鬼出去？冇錯，直至上家打咗隻7索，我先發覺原來6索係鬼。嗱聲放返一邊先。一直以為7索係鬼，係啊，好彩睇一睇。咁而家係叫緊糊㗎喇，篇章3索加47筒。仲想印一印啊，點知被對家碰咗。冇可能為咗隻鋼唔叫糊㗎嘛，係咪？我以為佢屌鬼啊！點知上家即刻打隻3筒，好彩都食到。159東中4隻。OK，嚟睇第3鋪，反南風西風係鬼。上手又係有個炸彈嘅。好，叫糊4、5、7、8索。
誒，降隻又係東啊！咁嗰晚咧係降咗好多次，都係尾牌東嘅。蓋啊！應該求翻3個筒。係喎。攞唔到嘅，摸隻鬼先可以食糊。3七西發財，中3隻。第4鋪反9索，1索係鬼。睇清楚啲，上手係叫緊糊㗎喇，睇下有冇機會地糊先。叫白銅同西風，我隻發財，同呢個5+5擦肩而過咗。轉一隻啦，咁而家拖白銅，上加靚碰，3七西發財。中1隻。OK， 最尾一鋪啦，反4索，5索係鬼。發財摸成揀，你睇下，真係無數次尾牌都係東嘅。好，我都收個3分先。哇，講隻叫糊牌。啊，而家先叫糊。依家叫正張5白銅。我隻花叫糊。對家呢隻東扣得靚，罰咗上家隻鬼畀我。3七西發財，中3隻。